国国务卿蓬佩奥敦促各国不要按北京要求将维吾尔族人遣返中国。他表示，这是因为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遭到严厉打压。他说：“我想表明的是，中国在新疆的镇压与恐怖主义无关，这与中国企图消除其本国公民的穆斯林信仰和文化有关。我们呼吁所有的国家抵制中国遣返维吾尔族人的要求。”蓬佩奥在发言前会见了5个中亚国家的外交部长，他们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克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穆斯林为多数的国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谴责中国迫害各宗教群体，并形容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受到的压迫是这个时代最为严重的人权侵犯之一。新疆再教育营真的是本世纪的污点。数百名示威者在送中运动的第16周末聚集在沙田一家购物商场里，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并高唱"愿荣光归香港"。还有示威者到被认为是金北京的商店外张贴示威标语，示威者拆下商场支柱上的饰板及广告屏幕，加上商场内的垃圾桶、栏杆等主气路障，另在商场外的胆杆埔街烧杂物、驻防线。虽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宣布正式撤回触发香港社会几个月来冲突不断加深的逃犯条例的修订，不过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抗议和勇武抗争的反对派都认为，港府的回应太迟、太少、太假。埃及总统和军方被控贪污腐败，埃及近日爆发罕见的反政府示威，要求总统塞西下台。这波抗议活动是在网上发起，龙少中午展开，其中亚历山大数百民众周六连续第2天上街。至于上周五晚在开罗市内发生的示威和冲突，法新社估计最少有74人被捕，埃及官方还未证实逮捕人数。在2011年爆发革命及导致独裁者穆巴拉克下台的发源地，首都开罗的解放广场，当局部署大批军警，气氛紧张。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纽约与美国参议员格雷哈姆举行会晤以后，参加了东西研究中心举办的会议。埃尔多安现在在美国参加联合国第74届会议，他在纽约半岛宾馆接见了参议员格雷哈姆，并举行了闭门会晤。格雷哈姆表示，希望和土耳其建立更深的战略关系，同时土耳其返回 F-35战机项目和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是很重要的。外界盛传美军在位于内华达州沙漠的51区是研究外星人的秘密基地，有网友发起勇闯51区的活动。美军推特小编竟然发文威胁要用轰炸机接制网友鲁莽的行为，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哗然。这篇文章隔天就被紧急删文。美国网友2个月前发起勇闯51区活动，号召外星爱好者一起用学火影忍者经典的跑步动作冲进51区，没想到引发热烈回响。美军还因此严正警告，